你当你将来到时候带领你再去收收学的，从那个
我小时候设计我对港不对也是学的，俺那对头了的，俺那从没那么多的接单，我对空了，也不接的也接单，当你们这个从接单，从不去给忙活的，咱没有多，咱别去给空了，家钱不多的空了，给钱多，俺都做不多的，俺那空了，这东西多的，是不是下了培训我去学的？已经到学了，把它好好的点头。中州看你不什么的，这些注意，今天我都在当我把汤给他这边没些给绝路的讨论呀，这个搞我前面那绝路讨论，头上那边不懂那个送鱼，别那边我这个出去了，出去那边了，这个忙，咱当给我们就说吧。俺爹学过的，马上做的这种火炉怎么去弄？这个呢？爹学过的怎么不那个嘛？这个呢？我光那个手机，当我表哥的那绝不到的呀，